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力哥生活頻道啊！而家我喺泰國曼谷啊 MRT 個3個站啊，3號出口係啦，準備咧就去打千秋，睇下個大千秋啦，係啦。咁同埋咧呢度咧而家有個展覽啊，就係魷魚遊戲嘅第3集。咁咧有2隻大公仔咧喺度咧揈大繩啊，可以跳大繩都得嘅。係啦，咁嗰兩公仔好似係叫英希同埋節秀啊，我覺得啱啱咧上網抄嘅啫，係啦。咁而家咧我好快咧喺度行過去先。咁我哋咧由呢個三藥站啊 ，Exit 3行到呢度咧，大約咧都10零分鐘到啦，係啦。咁呢度咧就係魷魚遊戲嘅位置啦。咁呢個 Netflix 嘅展覽啊，係啦。咁呢個展覽咧係免費入場嘅，係啦。應該 Netflix 贊助啦，唔知贊助幾多錢？我諗都幾百萬成千萬啩，因為都幾多嘢搞嘅，又要請咁多人喺度，係啦。擺足成個幾禮拜啊，係啦。咁呢度咧，如果你要玩嘅話咧，就要排隊喎，係啦，個隊尾喺呢度喎，好似唔係好長嘅喎。我之前頭先見到咧仲長啲喎，而家短一啲啊。咁而家咧喺呢個角度咧影先，一陣間最後邊嘅角度再影一次俾大家睇，係啦，zoom 一 zoom 先。而家準備開始啊！啲人咧入咗去啦。係啦，咁嗰個公仔好高㗎，都有幾層樓高，我諗有成7至8層樓高。咁跳啊，係啦，咁應該唔係好難啩？就算跳唔到都唔使俾你槍斃嘅。係啦，咁又跳到啦呢班，應該係揈3、4次到嘅啫，好快轉第二個㗎啦。每次6個人啦，咁全部咧今次呢啲都 pass 嘅。咁你換第二個角度咧影先。好啦，而家另外一批啊，嗰啲全部黑色衫喎，咁全部着黑色布衣啊，黑色嘅布衣，同埋靴，哦，有條靴嘅喎，好得意喎，你睇。好似隊咁喎，有隊人一隊人嘅喎 ，team 嚟嗰度，全部着黑色衫啊！你千祈唔好喺香港咁樣着啊，大佬，隨時鬥你啊！興啲着啲黑布衣好麻煩嘅。咁呢啲 team 咧係約埋嘅，似乎特登咁樣着嘅，着水鞋喎全部。好啦，開始啦！哇！嚟啦！OK 啊，全部搞掂。3、2、1，走！哦 ，clear， 全部搞掂喎呢班人，係啦，咁呢班咧都好合作啊，係啦，成 team 人咁樣，係啦，咁而家咧力哥咧都排下隊先，咁都唔 OK 喎，都喐喎，比我想象中咧快喎，可能唔使半粒鐘就玩到咯喎，係啦。咁 Netflix 呢個活動咧，應該仲有1個禮拜到就完啦。咁如果大家上嚟玩咧，就要快啲啦，係啦。咁同埋提下大家咧，呢度嗰啲工作人員咧係可以咧幫你影 video 㗎。你只要需要咧，就將你嘅手機交俾呢啲魷魚遊戲工作員咧，佢就會幫你影 video 啦，完全係免費幫你手嘅。企第一個應該最難嘅喎，應該。1 jump， 哦 jump 嗰時 jump 3、2、1，跟住 jump。3、2、1，
3、2、1，針。因為一跳唔到咧，你就摟出去，你就冇玩噶啦。如果唔係，你去玩足4次啊，跳死下。係啦。OK， 球棍級開始啦，而家好緊張。哎呀，好多職員啊，好驚。One， 哦，第一個。Number one， 好驚啊！開始啦，唔好睇啊，聽聲得噶啦。3、2、1，跳。嚟啦！3、2、1，走！哇！預備，嚟啊！3、2、1，走！哇！最緊要浸嗰下先浸。3、2、1，走！哇！3、2、1，走！ขอให้ผู้เล่นทุกท่านเล่นหนักพละด้วยนะครับขอให้ผู้เล่นทุกท่านเล่นหนักพละด้วยนะครับ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好，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咁咧玩完啦，係啦，而家出發啦 ，thank you， 係啦，好快玩完，咁都 OK 啊，係啦，都有少少刺激啊，因為嗰條繩咧好鬼粗啊，係啦。咁呢度咧，除咗玩呢個跳大繩咧，應該相對最刺激嗰個咧，仲有好多咧唔同嘅攤位遊戲啊，係啦，最啱咧一家大細嚟呢度玩嘅，係啦。咁呢啲危險咧，遊戲啊咁危險咧，香港就唔好搞啦。香港咧係一個安全嘅城市嘛，呢啲都係啲危險嘅遊戲嚟㗎，千祈唔好嚟香港搞啊！你只可以嚟呢個曼谷啦，或者台灣搞嘅啫，香港係唔容許呢啲事情發生㗎。咁另外一個打卡位咧就係呢個公仔啊，呢個公仔咧好多人影㗎，係啦，頭先我都幫其他人影呢個公仔，咁我都影下先。咁而家咧香港咧一個好興嘅詞語咧就叫做軟對抗啊，係啦。咁咧我哋講嘢咧小心啲好先，千祈咧唔好犯咗軟對抗。Hello， 係啦。咁呢度有好多遊戲玩㗎，睇下先，係啦。咁最緊要呢啲咧，全部都係免費玩嘅，人哋 Netflix 做宣傳咧冇所謂啦，搞啲嘢俾你玩，順便咧同嗰場戲做宣傳，係啦。咁咧你有呢啲喎，係啦，行個圈先。咁咧呢個第2集啊，又係咁樣，係啦，一個運動場咁啊，一路行一路玩，係啦。Hello， 睇下有冇 OK 先。哇！好犀利呢個。呢個幾犀利喎都，勁啊！4粒，3粒，最撚尾。跟住呢個4號遊戲啊，4號遊戲咧就拋陀螺啊，拋陀螺，根本係第2集嗰啲劇情嚟嘅，唔知點玩嘅咧？睇下睇唔睇到先。係啦，有咩絕招？哇！搞掂，唔使槍斃啦，搞掂過關，係啦。不過呢度咧冇槍嘅，呢啲全部咧都係展覽嚟啫嘛，係啦。咁但係咧嗰啲製作都幾認真㗎，扮到都8、9成似啦，咁仲可以咧同你 selfie 都得㗎，啲職員啊，好 friend 嘅，咁啊冇揸槍嘅，係啦，咁好多人喺度影相。
好多人嚟影相。咁好啦，力哥今次嘅分享呢又到此為止啦。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呢都過嚟玩一趟啊，唔係好難嘅就 OK 嘅，準時跳就得啦，3月1跳係啦。咁好啦，節目做到呢度啊，多謝大家收睇啊，記住訂閱、點讚同分享喎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